三哥，龙傲一随身带的绿色琉璃珠，抓到他后给我，我有大用。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？要不要我帮你？没事，你进屋吧。顺子，来帮我拧一下。你们去对面那个破庙，不要等我。为什么？别问，快走。别躲了，出来吧。哼，龙帮主，川北白毛团都出动了，我可真够有面子。那我们是喝茶呢，还是喝酒啊？少废话！今儿围了你就别想走，给我带走！节度使大人，您也来了。追！站住！门房说你有事找我啊，有人托我给您带来一封信。谁派你来的？今天早上有人给了我1两银子，说务必将这封信呈交给您本人。现李清流单人携带官府特制的新丝路通关物品，赶到城郊逍遥坊，必须单人前往，否则龙傲一不留全尸。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，别磨磨唧唧的。别着急，你这条贱命不值钱，我在等你的男人过来。就那个姓李的，李清流，哈哈，李清流是什么人呢？我在他心里什么位置？他会来救我？你别做梦了，你。哟，李大庄主，说曹操就到了。让他过来，来，先见见你的心上，他可是等了你很久。我让你带的东西，你带来了。东西就在我身上，你把它放了，我就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最好别跟我耍花样。李清流，谁让你来装好人了？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！你在我丝绸中白吃白住了那么久，我得给你留个全虚全影，给我还债。油水都没半点，老娘都饿瘦了，我哪来的钱啊？没钱可以先欠着，不过利息得还上。我现在命还吊着，你跟我谈利息啊？你们俩都给我住嘴！在老子这儿唱双簧是不是？还给我演苦情戏码？我告诉你们两个，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儿！